族，各位浅显大德，大家晚安。晚上由后学来学习导读《太上清净经》第一遍。老居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则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成，欲未全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；远观